交通意外来关心的是新北市万里，伫今仔日早起发生一件真大的车祸。这是一台沙石仔车甲国光客运相撞，双方这车头拢猫落，这驾驶甲乘客拢总有15个人着伤送病院，其中一个乘客是救无回来。那警方初步调查是这台沙石仔车驶无好势，出过对向的车道，才造成这桩事故。那目前这详细的原因也阁需要厘清。现在主要重点是他的左脚。 消防人员用各种机具，要甲掉伫咧车内的沙石仔车司机救出来。伫新北市万里区的庄爱厂公车站头前，23早起7点50分左右发生一件车祸，有一台载着钢条的沙石仔车，敢若是车司机控制，驶到对向的车道，甲一台国光客运机撞到，两台车的车头拢弄甲密密毛毛。车祸发生迄当阵，拄好万里派出所的警察赛车经过，就是落车到3港救人。开启里面的那个安全门，然后从车厢的车斗陆续的救出我就在车斗外面把他们一个一个先接出来。我们初步调查这台大货车是在下坡路段疑似失控，那偏离了它原本的车道，驶向对向车道，然后撞上迎面而来的公车。 新北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启动大量伤患后送机制。初步了解，这台国光客运包括驾驶有41个人，除了27个人无大碍，已经家己离开，其他包括沙石仔车司机、国光客运驾驶甲乘客14个人送病院。其中一位30几岁男性无喘气心跳，送去病也是救不来。一位病患到院已经欧卡，就是说没有呼吸弦跳，然后瞳孔放大。那经过我们急诊团队急救30分以上。 人宣告不治，非常的惋惜。这台国光客运的驾驶以前并无违规记录。国光客运讲，公司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到3港协助死伤的乘客。如果后面是刹车的问题，保险公司也会协助我们跟他们求偿。警方讲，沙石仔车是毋是有违规车载，也有详细车祸的原因，也会调查。也希望民众若是有经过看到代志发生的经过，会当主动提供行车记录器影像，协助警方调查。记者综合报道。